好，先来关心的是这几天的这天气有影是真淡冷。玉山昨暗时落今年第一场雪，气象署提示讲，后礼拜一还阁会有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来到台湾，而且这影响的时间是有一礼拜遐尔长。到时阵全台湾上低温可能是无到10度。 拜五透早，玉山规片白茫茫，未输那个来到人间仙境。拜是暗时8:40分，玉山落2005年头一场雪，拢总落35分钟。加顿江涂骹已经累积0.5公分的雪。气象署表示，未来一礼拜台湾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拢有机会落雪。近期因为高山的温度相对是比较低一点点的，从今天开始到下周，可能在3500公尺中部以北的山区，可能要注意路面积冰的情形。 这几日啦，全台拢是落雨淡冷的天气。不过气象署表示，1月初3拜五开始，各地水汽拢会减少，春冬半部局部地区会小可落雨，好天会持续到拜6。气象署提醒民众，把握拜6的好天，会当提早做过年大饼扫的工课。因为礼拜日甲后礼拜一这段时间，北台湾东半部和中南部山区拢会开始落雨。 周日的时候，北台湾地区还有在中南部的山区，水汽会稍微增加。主要台湾附近的东侧有个锋面逐渐形成，带来一些北风，所以北台湾地区的下雨几率稍微增加一点点。另外，气象署提醒，后礼拜一开始会有一波大陆冷气团来到台湾，而且这波冷气团会持续影响台湾7天的时间。到时是大冷未落雨的天气形态，各地低温平均伫咧11度至14度左右，有的空旷地区甚至可能无到10度。提醒民众爱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，避免感冒。记者戴阿选、王兴忠台北报道。